日本腦科專家研究指出，長時間使用手機會損害大腦內嘅灰白質，而導致記憶力同埋專注力衰退。美國醫學會雜誌調查顯示，過度使用手機甚至可能會導致後天性患上 ADHD。每日用手機超過2小時，患上專注力失調嘅風險增加10%。唔止係學生，大人都唔能夠幸免。聽傳日本聰明豆係由日本百年藥廠研發同埋製造，專為腦部健康設計嘅營養補充品，幫助你擺脫注意力不足同埋記憶力衰退嘅困擾。科學證實對 ADHD 同埋懷疑 ADHD 嘅人群特別有效。佢可以提升專注力，促進大腦發育，提升學習表現，穩定情緒，減少分心嘅現象，同埋改善記憶力同埋認知嘅能力。日本聰明豆嘅核心成分包括磷脂酰絲胺酸，佢可以加強腦細胞連結，提升專注力同埋記憶力，穩定情緒。DHA 同埋 EPA 可以促進腦部嘅發育，改善學習能力同埋情緒穩定。合桃提取物、葉黃素、維他命 B 集、鋅、鐵，全面支持腦細胞發展，提升學習效率和腦部能量代謝。日本臨床證實，服用 Tenchi 聰明豆4星期已經見到效果，服用3個月效果會更加顯著。佢有效提高專注力、記憶力同埋創造力，並且可以明顯咁嘅減少情緒嘅波動。產品而家喺 City Super 有售，官網同埋門市更可享有獨家優惠。